好，我係 Lila Kathy，今日想教大家勾呢款單元花嘅用到嘅材料有線、棉花、髮繩，用到嘅工具有勾針、鉸剪、縫衣針。我哋用粗線嚟勾髮繩或者裝飾花，幼線用嚟勾耳環、襟針。用0.9mm 嘅勾針嚟勾織。而家開始勾織示範，環形起，勾第一行，將支勾針都有喺呢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勾針上面嘅一針，就係呢個入針位，勾5針短針。第一針，第二針，第三針，第四針。第5針，5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喺起始位呢度，我哋扯緊線頭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二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喺同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。再喺下一個入針位，勾2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5組2針短針。第3組、第4組、第5組，5組2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3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喺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2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5組單元。第3組、第4組、第5組，5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3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4同埋第5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喺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，每一行勾15針，總共勾2行。第5行嘅最後2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喺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5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6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2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2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短針，將下2個針位並為一針。第2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5組單元。第3組、第4組、第5組，5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。
然後我哋喺呢個位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第6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7行，將支鈎針都有呢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返出嚟。我哋將第1同埋第2針並為一針，將第3同埋第4針並為一針，將第5同埋第6針並為一針，將第7同埋第8針並為一針，將第9同埋第10針並為一針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7行勾好，有一段30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上邊，沿住呢個位做閉合處理。我哋扯緊線頭，再打一個結，收埋多餘嘅線頭，剪走多餘嘅線頭。花心嘅圓形部分就勾好，從呢個中心位開始，沿住呢個圓形勾一圈12針引拔針，將支鈎針從呢一個入針位篤入去，跳過呢一個針位，去下一個針位，將支鈎針篤落去，攞另外顏色嘅線，翹線拉返出嚟，做返一針引拔，將支鈎針再篤入去呢一條線嘅入針位，穿入去下一行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針引拔針勾好，然後從呢一條線嘅入針位穿入去，去返下一行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2針引拔針勾好，從呢一個入針位將支鈎針篤落去，去返下一行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3針引拔針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一圈12針引拔針。第4針篤返去呢一邊嘅中心位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5針篤返去呢一個中心位，呢度跳一行，去到下一行，將支鈎針篤入去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6針將支鈎針篤入去呢一個入針位，去返下一行，將支鈎針篤入去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7針、第8針、第9針、第10針，去返中心位呢度，將支鈎針篤落去。第11針，將支鈎針
都入去，係刺蝟呢度。條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12針引拔針勾好。